做網店最辛苦係乜？唔係揾貨，而係三更半夜都仲要覆 inbox 嘅 message。如果你仲係逐個手動回覆，有冇貨、幾時發貨、收唔收 PayMe 呢啲問題，你唔係做緊老細，你係做緊廉價嘅客服咋。今日我想同你拆解3套 AI 自動化方案，教你點樣將收單流程100% 自動化。首先係好多人聽過嘅主流工具 ManyChat 同 SendPost。ManyChat 最適合一啲玩 IG 同 Facebook 嘅網店，佢嘅留言轉私信功能可以好快速咁幫你帶動社群增長。而 SendPost 就更全面，佢整合咗 WhatsApp、Email 同埋 CRM， 係做跨境電商嘅神器啊！但係呢類平台都有一個共同嘅致命傷，佢就係要計 MAU， 即係每個月活躍用戶嘅收費限制。ManyChat 同 SendPost 係按人頭計錢嘅，當你生意越好，客越多，佢嘅月費就會跳級咁升。你以為每個月俾百零蚊，當你加到幾千個聯絡人嘅時候，月費隨時就變成咗幾千蚊㗎啦。呢個就係所謂嘅成功稅啊！生意越大，平台抽佣就會越犀利。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有規模，你就需要自建 AI Chatbot 啦。自建方案最強嘅優勢係完全冇 MAU 嘅限制，無論你有1萬個客定係10萬個客，成本都會係一樣。喺自建嘅 AI Chatbot 裏面，你只需要俾 API Call 嘅底層流量費，所以就係你用幾多就使幾多，絕對係會平過你用平台嘅 API 好多嘅。而且自建 Chatbot 仲可以客製化去讀取你公司嘅資料，包括一啲網站上嘅庫存資料啦、ERP 嘅資料啦，或者 CRM 嘅資料，咁可以提供最精準嘅對答。總結一下，新手起步可以試下用 ManyChat 去追求全渠道嘅話，就需要用 SendPost 啦。如果你想打造一套屬於自己公司嘅核心資產，唔想再為平台打工，自建 Chatbot 就係你嘅選擇同埋長遠嘅終極方案啦。想知邊種方案最啱你公司？留言自動化，我送一份2026年電商工具清單俾你，帶你用技術賺錢。我哋下集見。